每日飲咖啡提神，工作需要影相，一定會露到牙齒，要 keep 住靚牙，當然定期要去洗牙啦。今次去深圳希華愛康健醫院試下佢哋嘅服務，喺羅湖口岸行5分鐘過去就到㗎啦，非常方便。記得喺網上面預約好，嚟到填返簡單資料，轉頭就有得睇啦，唔使慢慢等。前台同護理人員都識講廣東話，溝通方便，態度好友善，設備都好齊全，乾淨衛生，同香港醫院一樣，仲會影埋洗牙前嘅狀況。醫生好細心咁幫我檢查牙齒問題，並詳細講解。開始洗牙啦！過程好快搞掂，睇埋洗牙前後嘅對比，洗一次嘅效果就已經咁明顯。另外對牙齒有咩問題都可以即時查詢，醫護講解得好詳細，仲幫我重溫正確嘅刷牙方法。呢個價錢享受香港水平嘅醫療服務，係咪好吸引？快啲嚟一齊體驗深圳希華愛康健醫院嘅服務啦！仲可以 keep 住最佳笑容。